睇翻呢組，除咗日本選手比較出色咧，斯里蘭卡咧就1分51。開始咗啦，咁睇一睇個速度點啦。咁啊，黃樂正就喺第9線嘅，第9線就好難跑，哇！前面好快啊，好快喎！真係嗰組第一組嚇親啲人咧，之後大家唔敢嚟啦，唔敢怠慢啦。希望阿黃樂正 cut 埋去，唔好俾呢兩個頂到佢，盡量呃埋去，係啦。否則咧，你再慢少少就變咗龍尾㗎啦，龍尾就冇得追啦，神仙難救啦。第4，黃樂正個位置 OK 嘅。咁依家拖翻慢，大家前邊一拖之下咧，就都係一字長射針。咁嘅目標都希望前邊追到前面嗰位啦。黃樂正跟住澳門嘅運動員啊，澳門嘅運動員係李宇軒咧，係1分54秒1嘅。哇！即係實力喺黃樂正之上嘅。但係咪發揮到？大家要搏一搏㗎啦。哇！53啊，宇軒好快啊！見到日本選手都好輕鬆，其實跑得。53咧就其實佢跑翻自己應該跑嘅水準啦，因為佢跑149都要開53，但係佢咁快初賽使乜咁急咧？因為頭2名都入過喎。而家可以放土鬆啦，其實已經穩有㗎啦，應該盡量放鬆㗎啦，拉到咁遠。好啦，黃樂正仲有機會嚇，暫時就追住澳門係佢嘅目標㗎啦，最好啦跟住佢。咁而沙特選手就步咗喺後邊。側邊啊，係啊，睇睇先，頭600就1分25係有機會嘅，後邊如果衝到30秒左右就 OK 㗎啦。但係大前提啊，Tony 講過啦，最緊要第4，追唔追到澳門係一個最緊要嘅問題啦。沙特選手走上嚟咁啊，最緊要追過澳門。3個人追2個位而家。前邊就大局已定咧，日本選手就已經贏啦。哎呀，好可惜嚟到呢度有少少拉車。哎呀，日本選手就第2名過都冇問題啦，大 Q 大黃樂正，哎呀臨尾唔得啦。應該都係56、7度，希望做到 PB 啦。咁跟住1分55秒03啊！使唔使咁樣衝咧？斯里蘭卡運動員你都大 Q 㗎啦，搏晒老命咁過到邊。跟住第4 1分55秒29呢組係快嘅，澳門嘅選手啊，應該入到澳門。係啊，沙特同澳門選手好似黃樂正1分56啊 PB 啊，1分56秒4，你睇唔到佢啱遮住咗啊！係好積極㗎佢啊，4好可惜啊，爭少少嘅啫，只要過到澳門嘅李宇軒咧，其實就可以入決賽㗎啦。唔緊要，佢都好年輕嘅，多啦已經。因為佢係09年啊，比對前面啲07年可以玩多屆。係啱啱仲有一屆。